蘇振邦書整物理治療師，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咧就係覺醒肌嘅運動。覺醒肌咧同埋股四頭肌咧係好重要嘅膝蓋嘅肌肉。特別咧係當你要好快咁樣突然間停起落嚟嘅時候，好似咧你打網球嘅時候咧，打網前波嘅時候咧，你要走得好快，然後突然間停。咁嘅時候咧，呢兩組嘅肌肉咧就能夠保護嗰個嘅關節，特別咧就係避免內外側韌帶同埋十字韌帶嘅受傷。希望呢啲運動能夠幫助到你打網球打得更加好。做完股四頭肌嘅運動嘅時候咧，你就要將嗰個嘅沙包特別黑色嗰個2.5K 嘅沙包咧，就放喺另外一個沙包嘅後邊。如果唔係嘅時候咧，你做運動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跌咗落嚟啊！咁咧就你會做得唔好。咁咧做呢個運動咧係好重要，你要瞓喺張床嗰度，因為咧呢個兩個沙包咧係 7.5K 嘅如果你就咁坐喺度做企喺度做嘅時候咧對你嘅腰骨就好大嘅壓力。咁你趴咗喺度嘅時候咧，就慢慢咁屈起嗰個嘅膝蓋。咁咧就屈起嘅時候咧，你可以見到嗰個黑色嗰個嘅沙包咧就唔會跌落嚟啦。咁咧你要慢慢做。如果你冇時間咧，我寧願你做少啲，好過咧太過急。另外咧就係當你初做嘅時候，你可以做10下先，唔需要做20下。我就做20下，點解咧？因為咧股四頭肌嘅運動咧你係做10下咁咧，但係咧係有兩個嘅唔同嘅位置，就係伸直或者係坐喺度係90度嘅屈起嘅。咁咧就呢個覺醒肌咧就唔同股四頭肌，只係有一個嘅位置做，咁所以咧我就會做20下。下一次咧我就會介紹點樣去按壓你嗰個嘅脊骨，係為自己咧係做一啲嘅舒整治療嘅